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太原区公所3樓行人友善據點。區公所3樓有政風室、檔案室、會議室、大禮堂，還有市政府環境管理處嘅太原區總處。入面除咗行人諮詢服務、公司行人交通冇問題以外，我哋嘅會議室、大禮堂還有當道團隊，佢入面共同參與客家活動。比如講桐花節、榕樹行路節、彩色海烏龜等等，都有大家嘅參與。客家、學羅、新出名、原出名，大家喺入面共下做客家、學客話、講客話，係一個行人交通無障礙又放鬆客家情感嘅空間。太原區區長余志祥希望大家來聽書。每歡迎更加多嘅鄉親，共下來參與太原嘅活動，希望大家安之些。